现在国民党要针对不分区进行考核机制，您会担心吗？我觉得很好，本来就应该有对所有的委员做一个正面的评价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，公平公开做一个评鉴，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。因为你讲谢谢。共军绕台不算挑衅这个事情引发蛮大的争议，那您为什么会讲说不算挑衅？我想请大家看我完整的咨询稿以及我昨天发出的新闻稿，没有所谓不算挑衅的问题，我只是在法理上做全民国防教育的说明。那么我非常认同国民党团后来发出的声明，共军在防疫期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挑衅行为。我只是希望国人对 ADIZ、对领空有更正确的认知。那么这一方面，我的说明非常清楚，请大家看我完整的咨询稿以及我所发出的新闻稿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媒体不需要断章取义。我在2017年12月12号，《联合报》有一篇刊载我所说明这一部分的，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。那么我觉得，在这个时候挑起这些议题毫无意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知，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，确保让人民不会恐慌。委员，这个认知到底共机算不算挑衅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持续性的，当然是挑衅了。那么我们国防部目前的回应，我觉得非常的正确。你有来，我就公布，让民众知道。你再超越了相关的这个规范，我们就会有各种伴随的措施。谢谢。现在国民党要针对不分区进行考核机制，您会担心吗？我觉得很好，本来就应该有对所有的委员做一个正面的评价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，公平公开做一个评鉴，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。谢谢。那个考研会就是召开这个体制是首长过来啊，就一个台东县长来，会不会觉得这个号召力不够？哦，这个我没有评论，这是我们国民党中央的事。那么我在立法院依据国民党以及党团的指导来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委员谢谢。陈柏惟改编了小毛驴的歌，说你哦，这个我没听到，不需要回应这个事情。他这样杠上你会觉得？不会，我觉得立法委员的职责是监督政府施政，而不是监督其他委员的做法。这个事情毫无意义，我没有评论。谢谢。党中央设这个考核机制因为您好几次都成为这个党内的这个剑拔，那您觉得说这考核机制如果设立的话，您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我当然有信心啦，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党员，会依据党中央以及党团的规范来行使我的职权。谢谢。